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赖伟一。高雄轻轨年底即将成员，目前正进入施工的最后阶段，其中有几个跟大顺路横交的路口是采半施工进行铺轨工程，会占用一半的车道，影响车流，请驾驶朋友注意。另外，在市府各局处通力合作之下，可望在10月下旬完成轨道铺轨，各路口也将会全数开通。高雄轻轨2阶呢，目前正在大顺路几个横交路口在施工当中啊，特别是民族路是最后一个施工的路口。目前可以看到呢，一些工程的机具呢，目前可能会在进出工地的时候会占用一些道路的一些面积，也要请驾驶人要特别注意这个路口施工的一个状况。工程机具停在工区旁，等待挖土机把工地里的废土挖出来再走。交通警察赶紧用3角锥将道路暂时封闭，行经的车辆只得挤在一旁的车道，减速慢行。就很阻碍交通啊。哦，对，忍耐一下，10月底这边路口就会完成。哦，那就再看喽。这个轻轨对高雄市来讲哈，它是环状路线，真的对我们很帮助啊。虽然短暂的不方便哈，但是我觉得我们都还可以忍受啦。目前包括大顺民族、大顺建国等几个大型的路口，正以半施工方式进行铺轨，部分完成铺轨路段的围篱也陆续拆除，改成纽泽西护栏。预计10月下旬几个轻轨横交路口会全数铺轨完成，开放通行。那很好啊，不然这不用再绕道了。整体的工程进度已经到95、96之间了。那后续预计在后续10月下旬的时候，就可以将所有的横交路口的工程完成，然后各路口来做一个开放的。为了减少用路人行经路口的不便，施工团队已经增加将近1倍的人力，全力赶工，缩短工期。在副市长林欣荣督导协调之下，交通局和交通大队也加强协调交通维持和疏导，将赶工期的交通冲击降到最低。我们坐公车都要等很久啊，因为还要绕很多路啊。是有时候要走转不方便的。习惯就好了，台北不是更多就我们知道这个有这个限制，但是一定有它的原因嘛，就尽量配合啦，我觉得可以啦。在那个民族路口的这个部分，那这部分其实我们本来分3个阶段的交围，目前已经是在第3个阶段了。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龙华桥部分，那这部分我们也是持续的加紧来进行。另外，大顺民族路口附近的分隔岛也在市府道安汇报中有进行讨论，藉由这一次轻轨施工，将路口部分分隔岛打除，方便车流通行。当初有做一个路型的调整的作业，那我们是经过交通主管机关，也就是说交通局那边同意以后，我们协助来做一个施作的动作的。高雄环状轻轨最后的大顺路段，从博爱路到中正路，长大约5公里，设有7座车站，预计年底成员。在最后的冲刺期，捷运局将持续的检讨改进，减少民众不便。记者潘之光、赖昌邦高雄报道。把握轨道新路线通车前路网资讯全面更新的机会，高雄市政府会诊各方建议，针对高雄捷运跟高雄轻轨各站站名全盘检视，评估5处车站可以改名，其中包含2站轻轨车站、3站捷运车站。高雄市三民区湾子里里长方向明对此表达了看法，而当地民众有人认为没意见，或者是都可以。高雄轻轨第2阶段工程预定今年底完工，不过地方对于目前的部分站名提出建议，认为轻轨2阶 C26 湾子内站应该更改站名为民族大顺站，不过当地里长则是认为可以维持原本的名称。那如果可以维持是我们湾内的地区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就是站名其实会更好，对，就觉得不需要去更改它。另外，针对 C27 顶山街站，地方建议更改为湾子内站。里长表示，希望站名可以叫做湾子内朝天宫，也在积极争取当中，而且已经有联署送件给捷运局，希望捷运局的审议可以参考地方的民意建设。那当然，湾内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庙宇叫做朝天宫它从这个清朝时代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其实已经是上百年的老庙。那当然。顶山街原来就是一个商圈的聚集，那如果有一个指标性的跟在地文化有相关的名称的话，那能够做结合，当然我们都是乐观其成。
实际询问当地民众对于更改站名的看法，有人认为没什么意见，尊重里长；也有人认为两者都可以。如果月台是设在这个顶山街，有明显的就是这条路的话，会让人家比较清楚知道，也比较熟悉这边的路段，就 OK。如果说是像有那个朝天宫。有那朝天宫有一个地标，人家也会比较清楚，这也不错。伊若讲要改就改安尼啊，阮是无意见啊，对不对？阮林长是无意见，也是伊里长较迄落啊，对不对？伊若认定讲要改就改安尼，无要紧啊，对不是？嘛是得爱尊重伊的啦，伊是阮的大家长啊。除了这2个轻轨站之外，还有其他3个车站有机会更改名称，像是高捷橘线 O1 西子湾更改为哈马星，高捷红线 R19 楠梓加工区更改为楠梓科技产业园区，以及高捷红线 R24 南冈山更改为冈山高一或高一冈山。虽然先前曾召开改名会议，初步确定更改站数与站名，但相关方案目前仍然在行政程序阶段，并没有正式定案。记者苏焕君、庄淑婷高雄报道。网络及机上盒侵权造成影视业每年损失超过500亿。警政署扩大溯源扫荡非法机上盒及窃讯机房，统计近3年查缉非法侵权案件，共计9679件，11849人，侵权金额超过新台币1354亿余元。其中查获非法影音串流案件19件，57人。警政署长黄明昭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查遏制侵权歪风。警政署长黄明昭、智慧财产局长廖成威、AIT 经纪官乐美龙以及日本 CODA 内容海外流通促进机构与台湾影视相关产业协会代表手持雷射枪，宣示携手打击盗版机上盒及非法影音串流的决心。为遏止侵权歪风，警政署扩大溯源扫荡非法机上盒及窃讯机房，统计近3年查缉非法侵权案件，共计9679件，11849人，侵权金额超过新台币1354亿余元，其中查获非法影音串流案件19件，57人。在侦办这些造台案件，除了传统的一个侦查手法以外，当然要融入到科技领域的一个执法，才有办法达成这个打击面。所以这个我们也指示刑事局针对这打击制裁方面，要结合的科技人才，包括我们的电侦大队，还有保二的专责制裁大队，还有刑事局的各外勤大队里面的一个科技领域的人才来投入才有办法更广，而且更能领会到这个资通流犯罪的这个意涵来加以追查。那在警政署推动这项的一个工作，总共在近2年半期间达到的查获的件数将近1万件，违法的人也达到将近12000多人。那侵权的案的财损大概有1354亿之多。那其中最近所查获的几起的一个案例中，也不乏非法影音的一个串流这项的一个盗版那总共有19件，57人。在刑事局电侦大队及保二刑大查获的4件机上盒案件中，还破获国内首宗无实体机上盒，纯粹以 App 软体观看盗版影音的侵权形态，并首度查缉到新品牌盗版机上盒侵权案件。今年刚刚的案例介绍里面，也查到了4件的一个机上盒的一个这种案件其中雄爱影视 APP 就是手中查获到无实体的机上盒，纯粹是以 APP 来软体来观看这个盗版的影音的一个侵权形态另外也首度今年也首度来查获到新盗版品牌小银机上盒侵权的案件。其实制裁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工作，有可能我会质疑说保二总队原来是一个制裁的一个打击部队，但是我们保二总队未来的规划方向是到刑事局组织编制到刑事局来。那
当然更能结合刑事局的科技犯罪的打击面面会更广，而且队伍会更强。警政署表示，未来将持续查缉，从源头扫荡非法机上盒及窃讯机房，同时呼吁民众不要使用非法机上盒观看未经合法授权的影视内容，并提醒民众慎防非法机上盒设备及 App 接上国内宽频网路，恐将沦为个人资安漏洞。记者李启慧台北报道。莺歌车站美学跟电扶梯工程斥资约1.4亿，去年2月动工，27号完工启用。交通部长王国材、立法委员苏巧慧以及莺歌全体里长，包含在地里长陈禄鹤、莺歌里长联谊会会长林茂哲，都共同出席启用典礼。莺歌车站每日进出旅客约有18000多人，是莺歌地区民众的重要交通枢纽。但是由于站体设施的限制，一直缺乏足够的无障碍设施。立法委员苏巧慧指出，从他上任以后，便积极争取莺歌车站增设手扶梯，举办多次协调会与会刊，克服多项法规与工程限制，成功争取中央全额负担工程经费约1.4亿元，让莺歌车站以全新的样貌迎接10月的台湾设计展。要从前站去后站。买菜的阿嬷，假设她要穿过电梯，哇，那其实赶一个菜篮下车，嘛真正是有够忝的忝。突然拿着菜篮车爬楼梯，这是莺歌人常见的场景。但是在各位里长、民意代表的反应之下，其实它本来还是不会成，因为月台很小，所以它限于法规。要能够找到一个适当的手扶梯上去放在这里，其实是难上加难的任务。每一台手扶梯都这么大台，还要上下2座一起放上去，那根本完全没有办法修改这个相关的安全法规，而这个安全法规是必要的，也没有人觉得可以去修改，敢去修改，所以这个问题始终无解。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交通部部长王国材。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在苏巧慧争取支持下，交通部共编列1.4亿元的经费增设12部手扶梯。电扶梯工程不仅提升乘客安全及服务品质，更增加在地年长者及行动不便旅客的转乘的便利性。那这个过程中，事实上分2段。第一段，我们先把电梯先更新更新完发觉说这个电梯这么小还是不够，所以我们第2阶段就是用1.4亿做刚才谈到了前后站跟1、2月台总共12部的电扶梯那我们也期待是说这样的一个改造，然后另外就是张院长这边也非常的帮忙顺便把我们这个站体里面做一些改造大家等一下去看，包括它的色系包括它的空调照明包括它的一些指引标志，都是用新的一个思维来做的那车站都是一个地区很重要的一个活动中心真的很恭喜大家这个有电梯座，里面也比以前更熟悉莺歌车站连通文化路与建国路2侧，紧邻商圈、老街、陶瓷博物馆与新北美术馆，不仅是周遭民众日常通勤的重要交通枢纽，也是旅客往来到莺歌的必经之路。苏巧慧指出，从7年前开始，他与地方议员、里长会同交通部、台铁局多次举办协调会刊，中央地方携手努力合作，终于克服法规与车站硬体限制，成功为莺歌车站增设12部全新电扶梯。记者李根基新北采访报道。台南迎接全运会，为了展现热情好客，台南市政府特别聘请2023年获选米其林必比登2位大厨，以在地食材入菜，研发出6道小吃料理，要来宴请所有运动选手。除了让他们充满元气，也借此宣传台南特有的美食文化。为了招待来自全国全运会的选手，展现台南人的热情好客，同时让大家品尝到每一道精心结合在地食材所研发的料理。市府特别聘请获选今年米其林必比登的2位大厨，提供6道下午茶菜色，取名英雄宴。副市长叶哲山也到场宣传，强调要给选手假卡个假吧。这顿英雄宴是几点要交代？是3点。3点是啥物时阵？食点心的时阵。所以食点心是啥？台南人食点心是食卡无食饱。拄仔咱用白话讲，我台南人热情所以这间物件是爱食卡，还有啥？还有食饱。难得16年。重新办理全国运动会，爱让全国的选手来到台南，
一定会当感受到浓浓的台南的热情。用料理来交代大家，其实就是上好一种方式。所以今年的英雄宴，台南市政府非常的用心来准备。那也邀请全国的选手们，大家届时共同来参与我们的英雄宴。台南市美食之都，拥有丰富的农特产品，所以2位大厨结合台菜和台南知名小吃，所用心出炉的都是国宴级料理。不管主菜或者是菱角、珍珠豆花的点心，以及文旦汁的饮料等等，每一道菜都充满故事。我把这用切的，慢慢切，切了来融合，融合了用这个成八宝丸。这成鱼丸，这成300盐城，这全部都是馅料下去延伸。来，我给它切么几切，叫做海味3兄弟的鲜味串，又咸又甜。来，像咱做囡仔时阵吼，除了板刀买的菜，拢会一个鱼丸仔汤，拢会热滴切么几切，迄个感觉嘛有帮足侪兄弟结合的那种感觉，然后它一串里面就有吃到这么多的口味，其中一道上界珍贵的食材，这可能咱大家伫外口拢捌听过。恁敢相信讲咱寒电的菱角会当做成珍珠？咱毋是干那用咱的迄个白豆花，染咱的二砂糖安尼尔，毋是干那安尼。咱阁有加上大家毋捌看过即个菱角珍珠，这是咱寒电在地的食材。所以咱食饱食卡，后壁要一个甜味较会圆满。英雄宴不只是美食飨宴，也是要对于选手辛苦努力致上深深的敬意，希望让选手有满满的元气。也欢迎大家来台南旅游，都来品尝在地的特色小吃。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睽违16年，台南市再度主办全国运动会。为了吸引更多年轻朋友关注这场比赛，市政府决定在10月14跟15号连续2天晚上，在台南市体育场体育之星广场举办市民之夜演唱会。演唱会卡司包含911、告五人、原子少年、啦啦队女神林香等。透过报道，一块来看看。阿垮原少年，创作才女白安，创作歌手陈零九、娄俊硕、艾薇，以及本土天团911、超人气天团告五人等15组歌手与团体，就是这次市民之夜的演出阵容。特别邀请到阿垮原少年队长黄风明来献唱。副市长叶哲山表示，112年全国运动会相关赛事已经展开，目前台南市已经拿到7金、11银、9铜的好成绩。为扩大民众参与，市府规划办理2场以市民为主体的音乐晚会，邀请大众喜爱的明星来演唱，并为开幕活动暖身。今年的全国运动会，那其实35个项目当中，已经有7个项目已经展开。那台南市在7个项目的成绩其实非常的亮眼。我们目前已经有拿到7金、11银、那9铜的这样子的一个好成绩。所以我们希望说，即将在10月21号所有的赛事通通展开的时候，那台南市的这些选手，大家都能够拿到更好的一个成绩。那所以也希望我们全台南市的市民，大家都一起来为我们的选手来加油打气。所以特别在10月14号、15号2天，我们在台南市立体育场办理了2场的市民之夜。那邀请了很多知名的这些歌手啦、告五人啦，那包括目前非常夯的原子少年等等很多非常棒的这些歌手一起来跟我们的市民大家一起来同乐之外，也为我们的选手加油打气。主办单位新闻及国际关系处也提醒，民众参加市民之夜演唱会以及全运会期间消费，还可以参加台南购物节，有机会能够抽到 iPhone、100万名车以及各项奖品。欢迎大家来台南看比赛、消费游玩、抽大奖。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
流感疫苗开打，台北市长蒋万安来到仁爱医院视察，副市长李四川符合公费施打年纪，也特地带头施打。卫生局呼吁，只要是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接种资格的民众，请配合开打期程，尽速完成接种，保护自己，也守护亲友健康。谢谢力宝这么勇敢的为大家示范接种，谢谢力宝。流感疫苗开打，针头打下去，小朋友忍不住爆哭。台北市长蒋万安抱起小女孩安抚，小女孩就瞬间不哭了。台北市卫生局提醒，公费流感疫苗开打，第一阶段开放65岁以上长者及6个月以上婴幼儿等10类对象接种，呼吁符合公费流感疫苗接种资格的民众，配合开打期程，尽速完成接种。这一次我们特别在安排上面，包括了 COVID-19 新冠疫情的疫苗，我们流感疫苗，还有肺炎链球菌，一起来规划，为我们市民朋友开始施打。那入秋之后，都是我们流感爆发的季节，所以刚刚了解我们流感急门诊的就诊人次也开始增加，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希望能够确保市民朋友的健康。所以包括65岁以上，我们也开始施打肺炎链球菌的疫苗。那对于孩子，包括高中职以下，今天我们也在几个地方校园开始施打。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加强的宣导，让市民朋友了解什么时间符不符合资格然后开始进行疫苗的施打。另一方面，虽然疫情趋缓，但是我们绝对不要轻忽变异株它的风险，所以我们一样会来施打新冠肺炎的疫苗。所以这一次我们除了规划3种疫苗针对不同年龄层，另一方面我们特别关心学校，还有在第一线我们市府同仁服务市民的健康安全。所以我们这一次也特别开放，包括我们高中职以下原本非公费疫苗的教职人员。另一方面，我们市府在第一线临柜的员工、服务人员，我们也让他们来施打疫苗。那我想这一次我们开始施打，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机会，将相关的资讯让更多的市民朋友了解。这个时候我们希望能够避免相关得到流感以及后续并发症的产生，施打疫苗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所以不管是告诉周遭的朋友、长辈或是关心孩子的健康，我们都希望把握这个机会，有相关的疑问都可以来询问我们市政府卫生局，我们在上面有相关的资讯，所以大家利用这个机会来进行疫苗的施打。那最后我也要谢谢我们研医所有的同仁，大家非常的辛苦，对于这一次施打疫苗在事前的准备，以及在人力的安排上面、规划上，其实非常的用心，也非常的努力。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市民朋友任何意见告诉我们，随时来进行调整、修正。希望在整个医疗施打过程能够非常的顺利。最重要，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我们在什么资格接种什么疫苗上面我们都有一些文宣有一些公告了那如果民众不一定很清楚，可以看一下我们那些相关的公告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说，直接到相关的医疗院所那相关的医疗院所在接种上面，他们也有一定的流程，会去确认身份。那符合资格的呢，当然我们就会进行相关的公费疫苗的施打。这是2个方向可以去做。我想2个方向来做，就是说第一件是我们刚才疾管科有跟我们回报了就是说如果家长他不愿意他的小孩在准备要接种的时候，其实可以问一下接种的护理人员或者是医师，问一下今天这个小朋友要接种的是哪一个厂牌那如果是他不愿意接种的厂牌，那也许不一定是高端，但是就是他如果不愿意接种这个厂牌，那可以当下跟这个执行的护理师或医师讲，那他们可能就不会接种，因为接种疫苗要打在人的身上，还是要同意那他不愿意接种的话，那我们就是尊重这样。那第2个我们会采行的方案，就如刚才市长所讲到的，我们会再跟疾管署去反映这个情况，那由疾管署统一来决定
到底未来如果遇到相关的公费的疫苗比如说高端等等，那一般的民众不愿意施打的话，有没有怎么样的方式让民众也许挑选疫苗或怎么样？我想这个应该由中央统一来决定。左边打流感，左手打流感，右手打肺炎链球菌嘛那接种的间隔的话，可以同时接种没有问题，这样。只是说你不管接种什么疫苗结束之后，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身体的反应，因为少数的人还是对于接种疫苗相关的，比如说佐剂等等，还会有一些不舒服的现象，比如说局部了。那局部接种的地方可能会有一点轻微的红肿热痛那当然有的人在接种的当下可能会身体不舒服、晕针或者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些接种疫苗会引起全身性的反应，比如说极少数人会对疫苗不适应，会发烧等等，这些如果任何不舒服的这情况发生的话，我还是建议市民朋友可以回到医疗院所来让医师做专业的判断需不需要进一步的治疗等等。那要澄清的是，多数的疫苗接种完成之后呢，其实不需要进一步的医疗上的治疗，大部分的红肿热痛跟局部的轻微的发烧等等，这些都会自然的痊愈了台北市今年共有378家流感疫苗合约医院提供接种服务。为了提升疫苗接种便利性，国小、国中、高中职及五专1至3年级采校园集中接种，预计办理301场校园接种。另外，12区公所结合里办公处设置539场社区接种站，鼓励民众可以多加利用。防流感，打疫苗。记者翁宇俊台北报道。桃园市日前举行早期疗愈优良人员表扬活动，由张善政市长亲自颁奖。市长强调，早期疗愈需要整合性的服务，而且越早开始，对迟缓儿的帮助越大，呼吁家长多加利用社会局的早疗转介服务资源。桃园市长张善政出席早期疗愈优良人员表扬活动，颁奖给9个获得绩优专业服务奖、绩优团体以及模范家庭照顾奖的得奖人员。市长强调，早期疗愈需要整合性的服务，而且越早开始，对迟缓儿的帮助越大，呼吁家长能多利用社会局的早疗转介跟服务资源。我们也有一个早疗的转介中心，也有5、6个服务中心。我们希望我们桃园市的父母们，在小孩子生出来以后，都能够充分运用这些资源，确定说自己的小孩子在0到6岁期间发展真的是跟一般的这些小朋友发展是一样的进展。如果说万一有不一样，稍微适当的时候，及早去治疗，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机会能够让他改善他的别的小朋友的发展，让他以后这是一辈子的事情，让他以后能够跟一般正常人一样的发展。同样的，今天我们要表扬很多我们早疗的朋友，因为早疗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的，要有耐心，要有专业，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感谢今天等下来表扬的朋友，在他们付出的心血，其实背后就让我们很多小朋友能够赶上这个发展，让他们这辈子可以不落于人后，这个真的是造福这些小朋友一辈子的事情。这次获得模范家庭照顾奖的苏小婷本身是迟缓儿家长，她也分享带孩子出门受到关切的压力跟无助，直到接触伊甸基金会后，让她决定进修社工专业，帮助其他家庭，也让她获得新生。我也领过，就是孩子也领过身障手册的无助感，然后也被人说过我的孩子一辈子就是这样了。所以就是常常会躲在家里哭然后觉得压力很大，甚至不想要出门。直到有人跟我说，你应该要强大你的心理素质，所以后来我才开始学习才艺。现在就是修完了社工学分，然后正在实习中。我认为就是这些充实了我的人生，然后也让我有自信心。有让我的家庭有了正面的力量，我认为就是有快乐的家长才有快乐的孩子。那最后我很谢谢就是伊甸基金会的社工们，还有华英主任，就是不仅提供我小孩就是早疗的资源之外，然后也在我从事安心上工的期间给我鼓励，然后给我就是勇往向前的力量。
桃园市社会局提醒家长，如果发现孩子出现语言或是肢体动作发展迟缓，可以先使用儿童发展线上筛检进行评估。如果发现异常，可以及早就医寻求专业协助，及早发现，及早引进早疗专业资源，期盼每个儿童都能在充满快乐的环境健康成长。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国庆日是国家1年1度重要的节日，基隆市政府响应国庆活动，让市民在基隆也能感受国家喜庆的氛围。市府宣布将从10月1号到10月11号，每天晚上7点到9点，在文化中心外墙轮播期间限定的国旗飘扬动画，邀请民众共同来感受国庆的喜悦以及国家生日的氛围。国庆日即将到来，是国家1年1度的重要节日。政府各区公所在路上插满国旗，旗海飘扬，相当壮观。数千面上千面的国旗，因为每一个区公所大概以150面的量，然后再加上原本社会处也有原本估计的也是近千面的国旗，还有公务处也在我们这个高速公路的出口处两侧，所以未来高速公路一出口就可以看到很壮观非常数量之多，树大便是美这样的一个旗海飘扬的一个景色。那其实，在基隆市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是港口城市。其实不只是国庆日，其实平常我们的船舶进到基隆港就必须要悬挂国旗。庆祝中华民国生日，政府规划在文化中心外墙作为城市大型投影布幔，播放国旗飘扬画面。那我们今年会在我们的文化中心的外墙，就像上一次我们举办夏日电影院一样，我们会在用投影的方式，在我们文化中心的白色外墙上面呢，会播放我们国旗的一个动画。那这个动画呢，总共是30秒钟的一个时间，我们会以有爱城市的人物与精神，那象征着我们基隆的活力创新。30秒动画将以有爱城市人物和精神为主轴，播放时间横跨中秋节和国庆日2大连假，连续11天晚间，让大家一起感受国庆的氛围。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真的。随着人口老化，再加上少子化，台湾每100位青壮年人口抚养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越来越增加，再加上住院期间面临长者照顾需求提高，因此全民健保推出住院整合照护服务示范计划，看护费用由健保支付，每人每天有750点。目前奇美医疗体系提供142床住院整合照护病床，希望减轻家属的照顾压力。为减轻患者家属照顾的压力，奇美医院推出探病不陪病，从去年共聘照护，到今年配合全民健保住院整合照护服务示范计划。初期在奇美医疗体系，包括奇美医院、柳营与嘉里推出142床整合照护病床，只要病人经过评估，可进行整合照顾，而且家属也同意，可以减轻大约60%的请看护费用。推动这个住院整合照顾的这个计划，这个计划最主要的啦吼，就是讲，咱患者拿来住院的时阵，伊若加入去这个计划吼，他其实就可以跟其他人一起共享这个照顾的资源。好，那共享的方式呢，就是一个看护有可能顾4个、顾6个、顾8个，其实是无一定的吼。像以阮基米来讲的话，阮就安排一个看护是顾4个，伊就伫个护理师的指导和监督之下，大家做伙来顾这个患者。所以，伊的家庭内底是谁？这行会继续这行会读册，继续读册，而且还是一个家庭可以负担得起的经济费用。伊也是大人伫咧遮住院，伊个有法度通有一个好的照顾。因为这个看护吼，伊伫咧这个制度底下是交阮有固定的合作模式，所以伊交护理师的也是一个一对手的状况来做这个照顾，所以品质也较好，比咱厝里的人临时临要学安怎照顾，讲实在品质也较好。以传统看护一天大约需要2600到3000元不等的费用，现在有健保支付，每人每天750点，加上1:4或1:6的看护比，平均每人每天大约支付900到1050元。
病人在住院期间，包括翻身、喂食、身体清洁等生活照顾，能够交由医院团队特约看护执行，让护理师回归专业工作，创造病人、家属、护理师与医院看护的新五好模式。记者林根台南报道。永和更新医院日前举办一场特别的庆生会，庆祝在鬼门关前被救回的陈先生重获新生。陈先生特别感谢永和更新医院，在他失去呼吸、心跳被送到医院时，利用低温疗法及时抢救，得以在2周内就出院返家。带您一块来了解。吹熄蛋糕上问号的蜡烛，陈先生切下永和更新医院特别为他准备的生日蛋糕，庆祝他重获新生。这也是永和更新医院用低温疗法将失去呼吸、心跳近40分钟的病患抢救回来后，康复出院无后遗症的首例。永和更新心脏内科医师李新儒表示，低温疗法是针对心肺停止的患者，将其体温降到33至34度左右，减少脑细胞代谢速度，借此保护脑部。低温疗法它主要的适应症主要还是针对在一些这个心肺停止的病人，然后经过急救之后，他的心脏跟这个血压、心跳都有复苏的病人。那如果他意识没有恢复的话，就适合这一种疗法。那不管你是在院外的还是在院内的，其实都可以适用这个疗法。那它的机转主要就是帮我们把体温降到大概33到34度左右，那让我们的这个脑部代谢活性能够下降，那比较让它的这些有毒的物质能够减少它的释放，然后能够不要影响到这个健康的脑细胞。那能够进而恢复我们这个促进这个病人这个苏醒的这个机会。从事保全业的陈先生，过去并没有心血管病史，平时身体状况良好，却在9月3号早上吃完早餐后，回到房内休息时感到身体不适。儿子察觉不对劲，发现爸爸昏迷无意识，同时失去呼吸、心跳，赶紧报警送医。陈先生在电击后恢复心跳，最后在低温疗法治疗下，同时进行心导管手术，顺利恢复健康出院。现在睡觉有时候跟那个我从在医院是不是有吃安眠药跟睡吧？现在在家里面有时候睡到早上那么3、4点4点，我就会自己起来去看看报纸，去我们门口这个小公园啊，我就自己走下去运动。可是我太太他都不准我一个人去啊，他说怕我摔倒。当时目睹父亲昏迷、失去呼吸、心跳的陈先生儿子，回想起那段过程，仍历历在目。就当天其实我是早上刚睡醒，然后睡醒的时候，爸爸他就说他胸口有点痛，然后不舒服，然后就有问他要不要打救护车，但他说不用。然后就是他去吃了一点早餐之后，发现还是不舒服，就回床上躺，然后一躺就昏倒。然后我们就马上。病患在失去呼吸、心跳时，脑细胞只要缺氧4、5分钟就会开始坏死。即使急救后恢复心跳，但脑部可能已经永久受损，轻者可能导致各种失能，重者昏迷不醒、长期卧床，甚至死亡。永和更新医院虽然是地区医院，为提升急重症的救护水准，引进低温治疗仪器，盼造福更多病患。记者苏建明新北采访报道。板桥区的华中公园、台北职场简易公园以及广福公园里都设有公共厕所，落成年份也都有20年以上。附近的里长向公所反映硬体设备老旧，板桥区公所便着手规划改善，用了3个月的时间，让这3座厕所焕然一新。近期板桥区公所针对辖内3处公园里的公厕进行改善工程，分别是在大汉溪旁的华中公园、大观路的台北职场简易公园，以及位在板桥中和土城交界的广福公园，这些公厕都已经有20-30年的历史。在地里长表示，气味和照明都不好，在向公所提案以后，改善完的公厕让里民们都赞不绝口。因为20几年一直都没有去注意到那个厕所，所以说很多问题都没有去改善啊。最近的话把那个厕所全部都用新的，看起来我刚跟区长去稍微里面看一下觉得里面设备都齐全，都很好。在我们这个简易公园就把那个厕所整个做翻新，而且更有人性化，而且你看到的是有一个亲子无障碍的厕所，还有那个
无障碍的厕所啊，那个另旁边又增设了一个亲子的厕所，对小朋友来讲，或者是老人来讲，或者行动不便的，都是有很大的注意。便所吼，差不多只有30年啊，30年吼很脏乱，啊里面嘛无讲，互一寡老伙仔较舒适吼，有通啊换，有通啊啥，啊然后这水槽遮嘛吼，嘛是甲咱拢改善拢做啊，这拢态度啥，敢若有升级共款，啊嘛真感谢啦，咱公所吼，互阳光处嘛吼辛苦啊，互咱会当有这个环境，互阮光复里的里面会当使用这样好5星级的便所。板桥区长陈其正表示，公所团队在接到里长反映以后，陆续进行规划，更新公厕的天花板、墙壁以及地板，并加装通风扇以及 LED 照明，减少气味以及提高亮度，让使用的民众更安全。另外，也设置无障碍以及亲子共用厕所，总经费大约578万元。那这3个厕所呢，总共呢，耗费的经费总共是578万哦。那整个工期大概3个月的时间哦。那我们主要的改善内容是整个从这个厕所的外观。再来就是厕所的一个天地壁啊，包括整个地板全面做一个更新，那整个墙面呢做一个瓷砖的一个粘贴，那再来天花板呢，我们采用这 LED 的这个节能省碳的一个 LED 灯，同时我们会在厕所这边呢增设这个电扇来增加它的通风。那此外呢最大的特色是我们这几个厕所呢，我们都有设置这个无障碍的一个厕所，方便这个高龄使用者来这个使用。那此外我们也非常的贴心在厕所里面设置这个尿布台那此外也有设置这个亲子的这个共用的这个厕所，同时也设置了这个紧急求救铃，万一这个市民朋友在厕所里面发生状况，可以按下这个紧急求救铃那外面听到声音就会前往做一个了解跟处理我想这是我们这次改造的几个主要的特色。那此外在男厕跟女厕的这个部分我们也都兼顾到使用者的需求，有采用这个坐式的，还有这个蹲式的这样的一个马桶的一个设计方便使用者来做一个使用。那整个厕所在经过我们3个月的改造之后，那整体上焕然一新那也给周边的这个跟公园的景观都非常的融入。另外，在公厕外观上也配合当地进行彩绘，同时提升侧间通风效能，强化内部照明以及外部视觉效果，兼具景观设计美感的建筑。板桥公所将提升优质公厕环境，让民众利用公园休闲之余，也能够享有体验顶级舒适的如厕空间。记者赵世渊新北采访报道。为了让民众有机会怀旧体验眷村文化，基隆眷村文化节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在沙湾历史文化园区热闹展开。今年基北桃也共同携手宣传眷村文化节，欢迎民众深入体验各地的眷村特色。热闹的开场仪式，2023基隆眷村文化节在中正路旁的沙湾历史文化园区热闹展开。今年基北桃共同携手宣传眷村文化节，市长谢国良和桃园市长张善政、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及台北市政府秘书长李泰兴共同举起海军军刀，切下4层的大蛋糕，宣布活动起跑。2023基北桃眷村文化节在这边正式启动，有各式各样的活动跟内容，欢迎朋友一起过来参与，而且是各县市北基桃的朋友都非常欢迎。参加了2个县市就可以参加抽奖，这就代表了基北桃从我们去年12月25号就任以来，包括侯市长、王安市长，还有我们善政哥这个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把我们共同的治理在文化方面，在这个环保方面，在各项方面都能够有很密切的合作。那么今年10月7号，我们桃园市和我们台北、新北跟基隆一样，我们开始我们的这个眷村文化节。从10月7号开始呢，有这个国旗绕境，也有这个民歌演唱、音乐会、戏剧表演等等等的这个非常琳琅满目的很多不同的文化的这些活动，我觉得一次到4个城市，把4个城市的眷村看个够看个过瘾，这是最
好的机会。所以以前我们这个文化的做法都把它保存下来，给它封闭起来，不要古迹被坏掉了，那尽量不要被破坏，保留它原来的样子。可那个生活你被封起来以后，它就失去了那个生气跟活力哈。所以这段时间我觉得非常棒的一点就是，它再把文化再回到生活。所以整个眷村的改建，当然有很多变成平地高楼那种概念，可是有很多地方是被保存下来的。所以谢谢今年我们谢市长领军哈，在我们基隆整个市府团队带领下，我们4个县市就一起来。那今年我们的眷村文化节，我们预计是10月7号到10月29号举办哦。那它的主题叫做歌未央啊，我差点讲未央歌，因为我对未央歌比较熟，但是它取名叫歌未央哦。那我们就是每个礼拜6都有这个所谓的那个演唱会，然后我们有我们的星空电影院，好，然后还有一个还有各项的一个市集哦。那眷村文化散落在基北北桃，通通都有，所以我们这次是联合起来办这样的活动，欢迎这一阵子的期间，属于4个地方的市民朋友跟更多外地的观光朋友都能够来到这4个地方来体验我们的眷村文化。我们今年在沙湾文化园区有很多好吃好玩、这个好逛的活动。记者会现场府会贵宾云集，包括议长秘书杨文和及市议员吕美玲，还有文化局长江庭梅、纵发处长林立婵跟民政处长张渊祥。另外也邀请荣民跟眷属到场参加。基隆眷村文化节规划了好玩、好吃、好拍的活动之外，民众也可以参加基北北桃4个城市的眷村踩点集章活动，只要到访其中2个眷村场地参加线上集章，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的眷村纪念品。欢迎民众把握机会体验眷村文化。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火锅一直是国人最喜爱的餐点之一。台北市政府举办的台北美食月，首次以锅物为主题，透过网络人气票选，选出2组前10大民众最喜欢的店家，再由美食专家实地评选，精选出各组前5名。入选店家有坚持台湾食材的传统火锅，也有融入创意的异国风味锅物，各具特色。现在就透过镜头带你抢先体验。非常好吃的台湾鲜牛肉，都是新鲜的牛肉片。鲜嫩的台湾牛肉放进锅里涮一下就熟了，还有彰化西湖来的3层牛肉，业者主打的就是国产的新鲜食材，完全用台湾的牛肉，都是从台南那边过来的鲜牛肉来做处理。然后羊肉也是完全是台湾西湖、彰化西湖的羊肉，然后屏东信丰的猪肉。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蘸酱，不管是沙茶酱啊，或者是酱油，都是完全自己熬煮。强调1个人就能享用的麻辣锅，正宗川味先炒后涮的火焰锅，加上9宫格火锅料，超级吸睛。这次最特别的是我们这个独家设计的9宫格拼盘。9宫格里面的食材有像是炸酥肉啊、麻辣牛，还有我们的老卤牛筋，这些都是比较适合搭配川味麻辣锅的食材。那跟一般的涮涮锅1个菜1个肉的形式不太一样。所以吃起来的感觉是更多元，然后更缤纷。还有突破传统火锅做法，中西融合，让消费者宛如在法式餐厅用餐，希望提供消费者更尊荣的感觉，甚至还让松露入菜。因为我们想要颠覆一般就是火锅的既定印象，很多人以为就是可能火锅是比较属于台式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把它融合为就是也有很仪式感那种感，对，所以我们在食材上面的搭配呢，也会用一些黑松露、白松露去搭配肉，去做出一个很新颖的吃法。这是台北美食月活动首次以锅物为主题，邀集台北市火锅店家参与。在7月先举办网络人气票选活动，选出响宴锅物组及经典锅物组各前10名的店家，再由美食专家实地评测，选出各组前5名。参与评测的美食评论家胡天南强调，除了食材新鲜、汤底丰富外，店家的自制蘸酱更让他惊艳，直说这就是台北的味道。可能你常常吃火锅的人会觉得熬煮也没有什么稀奇啊，但是每一家的这个熬煮的酱油用什么样的酱油，是那种什么样大豆酿的、黄豆酿的，甚至于它的那个煮的时间、煮的浓度、淡度，这都可能影响到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食材沾到那个蘸料的口感。所以我想这就是台北味道。本身是火锅控，平均1周至少要吃3次火锅的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局长陈俊安希望台北美食月能让所有美食都能有被看见的机会，
因此第一年特别选择火锅作为主题，在进入秋冬之际，推荐国人来台北吃好锅。因为台湾人很爱吃锅，台北市又是火锅店非常密集的一个城市哦，所以我们今年在第一年的主题的活动当中，我们就选择以火锅当做我们的主题。那刚好10月又是秋天哦，开始微凉的季节哦。冷冷的天吃一个暖暖的锅，我想都是大家觉得非常开心的事情。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也分享自己喜爱的火锅种类，他认为这就是台北市平民美食的一部分，这也是台北市面向国际最讨喜的明信片，因为在台北想吃什么锅都找得到。其实所以我觉得各种锅我都蛮喜欢的，我觉得它就是我们台北市人民生活的一部分了，所以其实透过锅，我觉得也是让大家想到很多过去的回忆，也看现在整个锅物呢，整个他们也有很大的发展。好，所以美食这就台北市面对国际很重要的名片，尤其呢锅物，我现在在台北市，你想吃什么锅，在台北市都找得到。主办的台北市政府商业处长高正元表示，台北美食月期间还有消费发票登录活动，民众前往这60家合作火锅店家消费，就有机会抽到20万元的吃锅美食金。另外8家便利支付及美食平台，并整合旗下火锅店家，提供超过150万元的消费回馈方案。欢迎吃锅控千万别错过，到台北找到您心目中的心头好锅。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嘉新闻，感谢收看，我们再会。